观众朋友，今日个好梦，我阿明姑刘浩明在我书看福起来嘅。更加沙皮贵便宜，上个是买个东西，如马上买到，但是我们常常会谈到有无形食品的问题出现。可是更加人其实係貴擔心講，你到底外面買的東西有安全冇？可是其他貴多人乾脆自家做包的，自家做餅的，安尼至少本自家生意的事項來，嘛個安心，嘛個放心。那你今日有請到來賓，以作為本書，按照職人書做中式發面。而係讓我去開始學發面一件事情咯，我哋馬上來歡迎我哋今日嘅作者彭秋田，彭先生嚟到嚟現場。秋田先生你好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係來自屏東嘅彭秋田。秋田先生啊，你寫嘅幾多本書嘛？嚇，像我哋也今日講嘅也幫我哋職人書做中式嘅發面。當初怎麼會寫到也呢類嘅書呢？因為我是在做教學，然後呢，就是想說用這個包子饅頭，因為有很多的學生，然後可能會遇到很多的問題，然後呢，就是因為這樣子，所以我才寫了這本書，然後當做他們的工具書。嗰時候變成講，唔知家以前喺教書嘅時間，因為可能有的問題變成每個學生可能都讀到有問題啦，發面啦嚇，發教嘅問題啦嚇。嗰時候你寫一本書，至少幫到生嘅學生嘅過去嘅時間，也可以看頓書去停頓去做一件事情嚇。咁你開始做乜學會想愛做麵包咯？做包安尼嘅事情？因為是做本生意是啦，因為食安的問題嘛，然後因為我太陽谷啊，也有養很多的牛，養在萬丹，所以想說用自己的鮮奶，然後做這些很健康的包子饅頭給孩子吃，然後就開了一家專門就是做包子饅頭的專賣店。我相信其實對幾多嘅媽媽開始嚟做漢堡嘅也好，一開始啊。你因為講，只係看到外面嘅包位啦，看到外面嘅食物，唔相信，伊都應該唔知伊哋很容易做嘅，嗰時唔放心，嗰時嗰度我看到嗰度嘅媽媽開始學做包位，全部都因為生意咧，好生意咧，本做本伊啲健康嘅東西本生意咧，可以食，好至少嘛可以俾我安心。啊，聽見你講有咩太陽菇，即個本身都係有啲香牛嘅，好。嗰種我哋講酪農業啦，對酪農。嗰時嗰度嘅牛呢，嗰時變成你講把牛呢去標喺睇人嘅包嘅地方，去做人嘅饅頭係咪？錯。但是問題係牛呢，我哋呢班嘅饅頭地方冇牛呢啦，唔係嚇。錯係。嗰時你當初在做嘢嘅生意嘅時間，有失敗過冇？哦有哦，當多。咁你開始喺同乜人學嘅呢？剛開始是無師自通，自己摸索。然後最後的時候呢，還是有去找那個老外省人，嘿，然後跟他們學習。嗰幾時間唔同嘅人嘅外省嘅嗰種阿伯去做學做樣做饅頭時，而係用教的，對於你嚟講也嗰種是食飯嘅東西。佢冇教你，本你看呢。係啊，咁能用嚟學咯。本身我自己會嘛，然後呢，只是在旁邊觀察。然後那時候他答應我去的時候啊，半夜6點、3點，所以就可以按怎麼做，怎麼揉麵，對，怎麼揉麵，怎麼發麵，他不教你，他不開口，但是他願意讓你看而已，對，就從他旁邊慢慢的學習。但是問題是，人哋看這個看得出來差別他，多多少少看得出來啦，係。因為從來冇做過那東西嘅人，冇做過發酵嘅人，我上半下講，比如講喺2-3點去貼揉麵的動作會影響很大嘛？能講嗰種做麵頭的嗰種動作會影響過他哈？其實哈，現在給的都是用機器，其實手揉的部分啊比較少了，幾乎都是用機器了，就是半機器半手工，先用機器去搞一遍，對，再用手去整形，去整形啦。咁你發現咪變成講發酵嘅時間的長短，變成一個歸成功同失敗一個歸重要的步驟咯。哦，對，發酵是一個關鍵。發酵是一個關鍵，我哋從頭談到幾發，但係問題係
发酵的某个东西，迄温度、时间还是也会菌哦。这3个都息息相关的。你的菌种啊是黑酵母嘛？对。好，然后酵母的量多量少啊，也会影响到它的发酵。好啊，你像做东西的时候啊，你放的那个酵母的量会影响到它的时间。好，那水温呢也会因为温度的关系，然后影响它的发酵。可是从头都唔讲，给我哋另外一生的阿伯还唔去看，有某个模同讲，顶多看得到它放多久。比如讲，他有这个最不用的叫，但是不用的嘛，用的高嘛，然后温度用的，那你用看的是？温度啊，用摸的。用秒。嘿，然后你可以称的那个分量啊，大概自己用目测。偷学，人家说偷学东西就是这样，用目测的方式。其实已经有基础啊，嗰種咧嚟講啊，我唔掂啊，根本唔掂出嚟嘅某些東西，不過係一樣啊，而且聽人都講，我可能咪名啊，唔係幾差唔多呢度。我嗰時話你同嘅我哋咧，我以前嘅阿伯差唔多學嘅叫5年，學5年，然後你哋講啊，你眼波係咪？其实是去看一下那个老伯伯啊，他们怎么在制作那个包子、馒头。那因为本身我们就自己会做了嘛，然后只是想让我们自己的产品啊、商品做得更好，然后可以更好吃。那基於嘅問題嗬，因為我常常會發現嗰種以前人嘅我識阿伯人做嗰種包子、饅頭，咁樣講嘅龜貼也係嗰種然後講精細韌度吧，嚇，食通嚟感覺到。佢彈牙，佢 Q 啊，嚇咁樣講。但是而家買嗰種人嚟講，但係講咁樣芝士饅頭啦，好某個東西，怎麼我會有安尼嘅差別咯？係麵粉的問題啊，發酵問題還是乜個問題呢？我是講不清楚呢。跟水有關係，水分的多寡。還有就是發酵也有關係。以前的那個我們的老伯伯外省人，他們做的那個都是用老麵在做。老麵做的話，還有就是它比較 Q 彈。然後水分再少一點，它就更 Q 彈、更扎實。對。對，乜講到老麵咯？老麵的意思係講，像我哋以前呢講法講係乜呀？Q 的麵團留下來啊，係咪？係咪就老麵啊？那是其中一個。以前的那個他們老伯伯在做的時候，他們都會用鹼發酵，用鹼發酵，用鹼發酵來做。咁你跟講頭都講嘅老麵係乜個意思呢？用鹼發，然後呢做成了老麵，然後也可以就是說你這個老麵養好之後，你可以繼續再養，好續養，或者是說你今天打好的麵團留一部分下來，然後呢，明天繼續用，也是可以當成老麵。好，但是人家的麵團，比如講人家做包的，我按樣哈，你去可能你講，唔同我講嘅水分嗰度，好，聽你講，而可能的麵團呢用嘅發酵的方法冇同樣係咪？因為人家可能是到嗰種芝士饅頭啦，哈，芝士包子，跟住感覺到黏黏。一整的有時候呢黏黏的唔貼吼，蓬鬆，對不對？迄個蓬鬆是過後糖啦，但是其實啊，真的那種口感啊，真的唔多好。那變成哪一種情形哦？厲害饅頭哈，摸杯買摸杯啦哈，就是真的比較蓬鬆，比較柔軟，然後就是符合現在人的需求啦。因為厲害人比較喜歡吃比較柔軟的，但是也內容物完全同樣狀態。內容物是一樣的，是水分的問題，還有一個就是發酵的問題。好，我有覺得講嘅麵粉用嘅麵粉冇同樣嘅麵粉哦。麵粉嘛，懂葱椒哦，因為麵粉來講的話，會關係到它的筋度，Q 度啦，不過一般來講啊，人做包嘅饅頭嘅話，用嘅麵粉按用嘅呀，大筋、中筋還是？中筋就可以，中筋可以加高筋。因為你即係講啦，多筋嘅位置，你都定啊，係對發酵啦、做發麵嗰種包嘅完全冇乜嘅概念嘅嘢。嗰時變成講，其實最頭都是人講嘅，如果喺上海人講啊，貴拍可能買一些想法都冇。嗰時你想我寫日本書係咪？嗰時日本書地位唔會教我哋安尼嘅第一學做麵團嘅發麵嘅人。對發麵開始搞係咪？
错，嘿。还有呢，这本书吧有讲话的呀。就是如何教你，就是从最基本的啊，如何打面团，然后整形、发酵、蒸，怎么蒸，怎么看发酵。发酵里面呢，就是书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嘿，就是用一个面团放在水里面，让它看它的发酵。有没有浮嘿？它会浮起来，它就嘿，也会浮到那个水的表面上，嘿。噶安尼安用冷水、小水。一般的水，常温水就可以了。一般的冷水飘在上面，如果飘在上面，也会飘在上面。对，然后用的时间算发酵。看到面团发到面团的一半，它浮在水面的一半。刚你意思讲，一开始的时间，伊喺全部在上面，係咪？还是讲全部在底下？底下，全部飘在水面底下。但是慢慢的发酵以后，如果发现讲，慢慢的飘上来。飘到面团的一半在水面上面，面团一半在水面底下时，都發酵好嘅，也都最好發酵最好發酵嘅時間啦。錯，哎呦，主持人很聰明。安尼唔係，安尼我做安尼嘅 idea， 因為有時人講啊，有啲人講啊，佢也有溫度啦，吼，冇得講佢也有胖胖來情形啦。我先想講，我哋低下溫度用，我哋低下胖胖來時，哦，安尼。好簡單，都等於講，我今日採嘅一啲麵團地方，我拿一塊出來。炒，好，你強團的麵團地方拿一塊出來，比方在水裡邊，一開始我喺水底下，慢慢的，如果因為開始發酵以後，裡邊有氣頭，如果慢慢的走上來，走到一半的時間，都發酵最好嘅情形。係，其實都得去蒸了。對。佢唔同都講也方法地方，一本書地方都有寫，對。觀眾朋友，嗰種創意用係完全係新書嘅吧？唔同都有糖色的嘛，用係按照發酵完成。休息一下哦，等下我哋買嗰度更精彩故事哦。翻過來，復起來嘅觀眾朋友，嗰種創意一下係發酵嘅新書嘅吧？有一段節目，伊聽我講，伊邊個咧秋天時常土地上一段，同人講，用按照發酵完成。咁我想問一下秋天時常，咁我見家會發酵嘅喲，咁我係咪開始可以做饅頭嘅呀？係，最簡單的，先從白饅頭做。湯饅頭，我是做薄的。好，然後呢，你都得做，像如果想要再進階一點的話，就是做比較有一點點造型的，很簡單的，像壽桃。做壽桃，嗰種我可以做饅頭以後，我都可以做酥頭。酥頭，對。其實做酥頭哦，做酥頭，我講咯，其實也用途幾多呢？哈。嘿，拜拜啦，生日啦，壽宴啦。我真係冇想到，伊真係都可以一點用變形後嘅饅頭，變形後饅頭，嗰種嗰種係可以為替補做饅頭以後，都可以學做酥頭。對，咁像今日這個現場帶很多酥頭，而酥頭係粉紅色嘅，你點樣加乜東西啊？鳳球。哦，咁鳳球可能客人最後嘅鳳球，嗰時講落要，我講啊，要夠討喜嘅。對。哦，佢嗰時一般大都嗰種細細一點饅頭啦，係咪？對對。咁除嘅做，我哋講一般式嘅酥頭以外，像唔知講我哋今日咪帶按照酥頭，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講，一條酥頭有乜嘅功能？這個像這個前面這個大壽桃啊。其實是我婆婆94歲生日為她做的，嘿，裡面呢就可以放很多的小壽桃，嘿，打開來它裡面其實是一個空的，哦，你還有一個空的酥頭，然後裡面放很多小的壽桃在裡面，哦，那都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去分到一個細細的一個，像我哋講本福嗰樣啦，好，嗰時都等於壓嘅東西不用在地方，對。嗰時好，按那個啲啊，係咪至少我們可以做一個睇一次的酥頭，然後地方都人嚟幾多啊？你寫酥頭邊個地方？嗰頭先人講啊，也酥頭唔係好食嘛，試講講啦。唔試講講。仲有要加油呢嘛？油，很 Q，它吃起來很 Q。佢油啦嗬，但是而家俾人講唔貴長，你講佢 Q 啦嗬，應該貴硬長，但是而家俾質地貴油。對，也係沒有加牛奶的關係。對，因為有牛奶的關係，乳嫩啊，嘿，
有牛奶的关系，它会比较柔软。是后来啊，同一般的馒頭無共講，伊唔單止有面香，又有嫩香，好像有嫩香這個種。對。可是我想問一下講，人家牛嫩加入去嘅，發酵嘅方法我冇同樣嘛？都一樣，只是裡面內容物不一樣而已。抹通溶的內容物有沒有？吃起來口感是抹通溶哎。嗰種你要用牛嫩，變成用把以前的水變成牛嫩的時間，跟牛嫩話要加水嘛？唔是。牛嫩冇，全部都是牛奶。全牛嫩。磨水。麵粉。好，高碼。因為有三個簡單的東西，都變成一點饅頭。可是唔是講因為係水，嗰時發酵時間冇共樣，全部共樣。對咯。全部共樣，嗰時佢係跟我有係牛嫩。對。的話都共樣。嗰時變成你的酥頭來講的話，你真係可以用講佢討喜。對。好，你真係可以講，而且剛剛都我嗰種我做饅頭都可以做酥頭，其實我差唔多我因為按得都好啦，好多按得都好。是剛開始的時候可以做簡單的，可是做久了之後，你就可以只要做一個創新的變化款，然後給他寫一個壽字啊，按鈕又可以給一些老人家做壽啊，按鈕可以較體面啦，較體面。佢種唔同都講嘅酥頭啊，除了底部可以邊嗰度過細酥頭以外啊，咪有乜嘅其他的一種那個巧思嘛？有，我現在就給你們大家介紹一下這個。你看酥頭啊，好，其實裡面可以放現金。我要這個，我要這個。這個呢，就是你老人家在過生日的時候啊，要包紅包，對不對？那我們就把紅包放在這裡面，就是錢就出來了。放暗藏哦。嘿。哦，等於底部全部編在底部呢，哈。嘿，從嘿。然後其實這個呢，就是這個錢啊，你就可以一直拉，一直拉，很多哦。哦，源源不絕的意思。看你喜歡放多少，你就放多少。嘿，這裡至少這裡可以放3萬哦。3萬啊，你真是省衣歸酒，對，誠意十足的一個。那如果說如果說不放錢的話，就是可以做這個，就是把這個小壽桃啊，不用按鈕，好，按這個放進去，好，裡面放小的，然後不用蓋起來，這樣。剛才你發都等於壓尾嘛可以減上去，錯，好，減上去。哦，我講你真是變化幾多，變成講一啲可能係做書的一啲東西，變成一啲可能係變成一啲我哋講禮物盒子，對，好一個禮物盒子的一個概念，變成你可以不用錢啦，嘛可以不用其他些用一種新的祝福啦，哈，那本他個人吃多年嘛可以本到我哋過生日年的一個福氣，咁除嘅我哋做酥頭以外，我哋今日線上現場嘛帶嚟安度。用饅頭，應該唔算饅頭嘅吧？應該要怎麼咁樣啊？這個其實這個雙色的，這個可以叫花卷。花卷，好，係啊，一種花卷。哎，但是問題顏色是懂講的吼。顏色哦，也係紅 Q 啊、薑黃啦，還有抹茶。嗰種紅色的係紅 Q，然後黃色的係薑黃，對，然後紫色的係蝶豆花，好，嗰個魚是黃黃的咯。像那種橘色的嗎？橘色那個是起司粉啊，起司粉。嗰種變成安尼以後，睇也要個色神啊、賣相全部都變得貴講誒。好，唔單止像饅頭的泡泡。對，就是一個饅頭基本的饅頭做一個小巧思的變化。按有哦，聲音可以了，比較會想要吃。等一下，慢慢做小巧思的變化。等一下，我根本搞唔清楚中華饅頭變成安尼型。它就是一個花卷，就是堆疊，就是麵團擀好之後捲起來。好，捲起來好，對，好，屉布捲起來我可以。可是問題係攞變成哪型哦？捲起來之後，這很複雜好，剛好啊，對啦。坤熟啦，好冇？坤熟是都得。廚房有講。係廚房有講。你至少買嘅薯條，你可以點用去發酵。啊，天二都講，你至少可以。你頭先講嘛假設堆疊，我記得攞件地方，那貼在上頭講啊，捲成一捲，對，捲起來，然後之後啊，弄底會變成用，做毛有的會變成用葉的，有的會變成啊，等下像啊那花卷樣的形。這個花卷哈，也是捲起來之後啊，也是切着一小塊，按鈕，
好，一小块哦，一小块安用哦。然后呢，主要是要一双筷子，一支筷的，筷，一双筷的，一直丢放落哈，冇压，哦，一定压在面团上面，然后把它抓起来，安用是会变成一个很漂亮的花卷。哦，安尼太用矮低的啦，但是我想讲，嗰种我清楚一些的嘛，还是宽薯如果夹，宽薯是都得嘞，嘿。哦，嗰种其实。嗰種今年係要送牙科吧？今年送一節課貴些，嘛可能全部記唔得。如果說有了送課就是上課的時候，我們其實是有給學生做。其實做了之後也有印象了嘛，做去做一定可以的。創業就發件啦，我能講用葉的啦，哈，無論講梳頭啦，一整的時間差唔多一久啊。大小不同，蒸的時間冇通融哦。係，咁我哋有乜個標準冇咯？譬如講，我今日做一台，我用嘅地工也要蒸的時間。蔥粒片的哈，你看可以按細隻，那麼小顆有沒有？大概要蒸個5分鐘。哎呦，5分鐘。它大粒的是10分鐘。蔥粒仔還是蒸30分鐘。蒸30分鐘。但是一般來講啊，你看人家都冇嗰種專業的蒸籠的話，可能大同電鍋嗰度可以蒸，冇落木頭可以蒸冇。大同電鍋都得，我們家裡的炒菜鍋也可以。你用一啲苗嘅上面，安用嘛是。可是安尼如果有溫度嘅茶配，嗰時時間冇同樣冇。溫度都是用100度的水溫去蒸它啦，就是蒸的大小顆的時間冇同樣啊。OK，我第二意思，因為其實我哋用蒸汽嘛，哈，用蒸汽，嗰時差唔多都超過100度嘅蒸汽，安尼話都等於如果我哋一整個時間都超過啦。可是但是你看，至少安尼做好了以後，嗰種米的媽媽就開始會自己做，我哋做饅頭，安尼話，伊都可以做本身嘅事，用乜個東西都提，好用牛奶、糖啊，好糖，好一些高嘛。今日啲先生一本書的書案度，質疑蘇州中式發面吼。我想問講，做乜愛強調伊係中式發面？他們上話有西式發面哈。西式來講，應該就是講麵包。好，那我們中式來講的話，都是講包子、饅頭比較多。冇通融，就是也做法啦，成分啦、材料都冇通融。唔係如係麵粉、高碼水，做乜係會兩樣係冇通融咯？給比例來的那個裡面的比例不同。像麵包給比例是糖啊、油啊，油較多。糖油哈。對，我們中式的發面來講的話，給糖啊、油啊，就非常非常的少，甚至於沒有糖。沒有油，沒有糖，沒有。我嗰時候看到有加糖、有加油嘅啦，但是我哋西式的麵包底包，如果加巴達啦，加巴達啦、油啦、冇咗糖啦，像係一發酵，嗰時候變成做出來的東西都冇通融，對。加高嘛有通融冇咯？酵母是通融誒，酵母是一樣的，對，就等於講變成我哋中式方面來講嘅話，第一路也要水、高嘛。還有我哋的麵粉，其實是最單純的3個東西啦。對。但是其實最單純的東西最快做啦。錯冇唔錯。咁唔同練習的時間，一開始如按順利哈，一開始係好壓的東西的時間。冇按順利哦，也是失敗了很多次啊。因為我的個性的問題啦，比較完美主義者，這種失敗啊就一定要成功。所以呢，其實我們也試驗了很多次，像這個壽桃，我們光要寫那個壽字啊，就要練很多次了。佢沒攞拿嗰種麵團一起去纏繞啊。其實這個壽桃啊，這個字啊，其實它非常的好記，其實它就是一個數字而已，就是823。823是不是有一個823炮仗？對。所以它這個數字裡面其實就是呈現的是823。先撈一點8，對，你看哦，你看，你仔細看哦，這是一個8，然後這樣繞過去是一個2，然後這樣子寫是不是個3？有嗎？但是至少看好了，歸意識了哈，很藝術的一個數字。所以你這樣看是不是？那你一講誒，冇唔錯啦，都823啦，有哈，可是等於如你這個一本書裡邊，你把等這個以前的學嘅時間，無論睇教書嘅時間，學生嘅可能讀到問題，以前的學嘅時讀到乜嘢問題，就寫一本書裡邊。
就是因为教学教了很多年，学生学完之后回去可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问题，所以每次他们学生就会在摸矮啊，好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按用后呀，写一本书吧。其实人家讲新沙设计法啊，唔止书中的一句话啦。可是其实一本书啊，其实可以包含了欣赏所有的一种经验还有智慧。休息一下哦，等下我哋埋嗰度个精彩故事哦。翻过来，复起来嘅。上一段节目我哋咧秋田先生同人讲，对于啲树头让我变成一啲发件。秋田先生，我哋讲几度其实学我哋讲苏州面包啦，冇苏州嘅馒头嘢。其实后来如果去比赛呢，你去比赛过冇？有。用嘅一种比赛啊，要证明冇？有。第一名。第一名。用乜嘅作品得到第一名？就是日本，好，这有一个。有吗？黄金福袋。黄金福袋，给所以的嘛，馒头吗？还是保味呢？还是你在保味？里面有包那个红豆馅，万丹红豆。哦，可是用载体的东西。对。可是当初你用亚的作品得到提名，系啊，嗰個我哋講評審本你的評語係嘛咯？做乜以為因為亞嘅保味可以拿到提名？那一般来说的话呢，包子馒头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造型，知道吗？这个呢看起来有点像那个福袋、福袋呀，那看起来就评审会觉得说，这个好巧思哦，按用造型别有一般的那个包子，按用吃起来又很好吃，因为我们也都是用鲜奶，用鲜奶在制作，所以它整个的口感就非常的软 Q， 很好吃。咁唔睇一本書，如講唔即個辦，唔即個得獎嘅作品嚇，俾我睇下。咁唔睇一本書，能睇一本書最主要介紹乜嘅東西啊？兩本是冇通用嘅啦哈。那這一本書就是第二本書，好，日本呢講的就是老面。老面就是說，你喜歡用什麼樣的老面來做啊？這裡面有很多種老面的方法。好，你教人講用嚟去做糯面，好，冇人用嚟熟糯面。有像有啲人真係如果好用糯面做個包嘅，哈，做哦，嗰時日本書地方，你教人用糯面做包嘅。錯，係。嗰時第二，如果你睇本書係用人哋用創意。好，用創意來做包嘅。聽一本書，你攰到工人嗰傳統嘅，糯面用嚟做包嘅。但是跟住看來做出來包還是會講啊。它也是創意呀。創意。這裡也都是講了很多的創意的包子嘛。只是講我哋嗰層面一些，我哋用糯面來做。糯面粥，咁啊，地講，譬如我哋今日小姐睇三本書啊，嗰啲三本書而家睇係乜嘢啊？睇三本哈。這啲講來呢？講起來，這個是第一本書，就是因為賣太好了，它絕版了。然後絕版之後，因為出版社呢，他就希望這本書可以再重新開拍，再重新編排。然後這裡面最重要就是又放了一個新的東西進去，新的品項就是我們這個重頭戲的那個大壽桃。Device 教我們怎麼樣去做一些創意的壽桃，按鈕。嗰種我看下嘅書嘅封面啊，有第一擺得獎嘅作品喺裏邊，就對那個有一些傳承的意思啦。哈，你等講啊，對，其實一本書裏邊可能對第一擺嘅東西，一直都更加為新的東西，有睇一本書裏邊。錯，係。然後就是因為日本書裡面啊，就是因為有講到了一個，就是我們的創意壽桃。好，那因為這一本書第一本的書已經是絕版的，那所以呢，就是出版社在教我們，就是在重新編排拍攝，然後我們再裝一些更創新的東西在裡面。所以呢，你現在這個台面上我們看到那些花卷啊、壽桃啊，通通都有在這裡。咁像你這個做成是研究嘅，嘛，唔係在比賽。因為忙，比較忙。教書冇啦哈，因為我睇下一本書地方啊，發現那個其實伊唔單止搞書頭，伊咪搞包嘅，而且還有乜嘅客家嘅嗰種包嘅，我想多做乜嘅那種客家內餡的那種包子。客家內餡就是有那個蘿蔔絲，我們要包那個什麼
客家菜包，对不对哈？因为俺妈妈给东北做菜包啊，我就想说那很好吃，所以我就把它带进来这样用。咁你这个做一本书出来以后啊，应该讲，俺们一般的人看到一本书，大家的回响怎么样？就是因为第一本就是卖到绝版了嘛，所以才会再写第3，才会再出这一本。所以呢，这一本我们也是第一次，我们一刷就刷5000本，也都卖完了。对，所以他这本书也是很受欢迎。对，买起来甲敲门一下，我哋其他的观众朋友来买到一本书咯。就我们就还有在版呐。好吧，我在印啊，哈，我在印啊，嗰個 T 100都印了5000本買起嚟，而家咪要在印。嗰種等於我哋啲觀眾朋友嗰種咪有心思嘅話，可以睇一般我哋啲書店嘅地方可以尋到一本書。錯係。咁我想問一下，你而家有書嘅，你而家咪上課冇？上課有啊。你而家睇到睇用嘅哪一種地方上課啊？我現在的話就是在學校啦、救國團啦，還有就是全省有些的烘焙材料行。咁對你來講嘅話，這個未來呢，像譬如講而家已經出了3本書，然後唔係要按照個技術，你希望講未來講包嘅發展啊，無論你這個發展可以發展到用嘅長途啊。其實包子饅頭哈，沒有像我們的西點麵包這麼的發達，就是在市面上啊哈，就是其實我也希望說我的傳承，讓我們的包子饅頭有沒有，就是讓更多人可以學習，更多人了解，然後呢，就是在市面上你可以看到很多，要的話你看那個很多的麵包店啊，很多人開，但是包子饅頭就比較少，對不對？嗰種你的意思講，你希望講喺把嗰種這個透過你這個努力，對，你希望把嗰種簡單、方便、健康，安尼包嘅饅頭，對，可以從我哋啲希望嘅包嘅供應，那就可以買到。對，我們希望能做一個傳承啦。要的話，其實很多的東西都沒有經過傳承之後，其實都已經流失了。對，因為地方好，你同我講，我哋啲包嘅冇西方嗰種包嘅按度用，唔會啊，頭打開來看，地方嘛芋香包子，那個鬼講啊，我想到我用烏魚做那些東西。就是有時候是騙小孩吃東西，騙生意吃東西啦。有時候你這樣白白的，其實生意可能就會沒有胃口。你把它做得漂漂亮亮的，有冇？生意看到你就上不去啦。係啊，就變成講。真的是你的媽媽哈，你都本身人的多食一些東西哈，你用到幾多心思地方，因為地方真的看到個芋香饅頭就覺得也貼醬的吧，像法樣的一種體驗的，然後你看我哋頭講嘅法醬，還有頭到線上頭講，嗰種我哋做饅頭從做包的發酵時間冇同樣哈。其實這跟它的整個的製作的流程有關係。係哦，讓我講咯，你那個 Q 個麵團一包內餡都變薄的哈。因為你製作的流程的時間呢，冇同樣。例如說，薄的什麼哈，你在整形的時間會比較久。像饅頭的話呢，是不是就是捲起來切一切，它就可以發酵了？你這種整形的時間比較少，所以它後發時間是冇同樣的。咁好，譬如講，今日對我來講，係一啲做麵包的、做包的形式來講嘅話，哈。你咪講嘅，用個先入門啊？入門的話就是先做簡單的啦。譬如講忙得簡單，對我來說都很難啊。來，簡單的就是簡單的饅頭啊、白饅頭啦、簡單的包子按用，然後就是做的比較上手之後，再來做一些造型變化按用它比較好。咁問題係，我而家做饅頭、饅頭，我又適唔適咁按用咯？放冷凍的話，它可以保存比較久。冷藏也可以啦。你冷凍的話，它大概可以放半個月啊。冷藏的話呢，大概3天。咁我拿出來以後，哈，比如講冷凍來講嘅話，哈，那個其實佢到嗰度嘅，我那個網絡上面買包嘅呀，哈，一路用冷凍嘅幫我講啦。但是冷凍係拿出來要解凍嗎？不是啊。不是，可以直接蒸，只是蒸的時間比較久。如果你解凍之後，是不是蒸的時間就會比較短？我是佢講講，安尼整的話，地波會話硬外面安尼樣樣，唔會。嗰時都整個久一些都好嘅。因為從係頭可能一本書啊，我發現地波佢神奇嘅講，你這個把一本書分為3個部分，好，它有第一部分如饅頭，同饅頭嘅變形，
好，比如讲那个发件啊，哈，比如讲发件啦、银丝卷啊，我都想过，银丝卷都很用做，跟底部一条一条用做呢？就是用菜刀把它切成一丝一丝，真是一路切，而切了一丝，然后那里薄底部一点，然后要把它拉开，然后卷在那个面皮里面，然后切一切就是银丝卷了。哦，腌了，真是还变成一条一条。你没有想过奇怪，这种东西要用来做？可是第一部分的等于讲，爱的那馒头，然后做一下变形，刚才加那个蝶豆花啦，好，就变成蓝色的一件一件啦，哈，某个东西。哎，但是要本书的听一部分讲的如何薄的，你要不吗？对，如讲的是。有包馅的包子，有对哈，那个包子以内如变成讲，外形上面大部分都按那啦，但是你都变成也要馅的变化，也要牙的变化，对，好，因为我发现我奇怪，哪天个馅里边搞包起司呢？起司可以增加钙质啊，生饮是浓厚啊。其实吼，我发现起司其实对囤面粉，你要讲啊。黑的龟哈的东西，很对味的，牛奶面包，对，更适合。对，是，我都开店有没有？其实就是起司馒头卖最好。因为其实我相信家生意那个好吃。对，但是我看到一本书最卖的地方，我就发现都变成一种造型馒头了。对，现在很多市面上很多造型，其实就是做父母的用心良苦啦。其实主要就是要让孩子呢喜欢吃这些食物，所以呢，外面很多现在商家就会做很多很特殊的一些造型，省开那让小孩子看了喜欢，然后又吃得下这样子。所以我发现到讲，其实单是讲为了想生意的事，其实我发现讲，其实底背有更多的产品的卖相一点对，卖相非常好。你讲，譬如我头看到一个。乳牛馒头对，OK，规定一下啊。你讲，我今天跟侬烤一家，专门卖包子馒头的店的。错。我相信我做一个乳牛馒头，佢讲看个形啊，都感觉到一规定一下。听你那个小熊。对。个小熊的形，嘛贵讲还有这种实的。对。等于如果。跟我今天要烤一家店，我就买一本书如何呀？对，其实有很多师傅店家都有买我的书，因为其实他们就是参考嘛，参考里面的一些馅料啦、造型啦，其实这个我们就是教学相长啦，大家就是要精进求进嘛。其实一本书把它变成讲，不单只可以参考，可能嘛可以做生意。错。睇你今日买个东西，如果自家做一啲研讨的地步，跟住一本书的话，我比较唔贵方便，嘛贵吃嘢。今日个感谢啊，等下秋天欣赏来都来相同的分享，按度做保卫事情。谢谢主持人，然后新闻你安子些。休息一下哦，大家听我来欣赏了，运动哦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又来到好好运动的时间了。我係黃真祥，來自於屏東縣長春鄉刺激導演養生協會，一片係呢鄭先生，一片係蔡先生。今日同觀眾朋友做示範呢，係我哋呢袁夫人的呢係幫我哋呢協下我哋呢淋巴呀這些地方，俾用嚟個。為我哋嘅淋巴活躍好起來哈，首先呢，我哋嘅腳向樣打完呢肩頭嘅發土，過來呢，我最做嚟運動嚟說最運動，我哋嘅兩隻腳起嘅時間唔可以打暗側，我哋呢七頭一隻以後，我哋一隻並不要貼痕，所以對我哋一邊上七頭一邊上對那邊。對我哋呢也騎啦行，我哋一隻騎啦一隻邊上嚟，將我哋坐得嚟樣嚟坐下以後，慢慢嚟數大行出行而來，大行嚟打平來，我哋一揸數要一個勁一個樣，我哋數先嚟向大行嘅嚟拿行而來，大行而來上下延長一下，我哋呢騎啦下邊上嚟停腳嘅放上去。我哋腳掌放空嘅啦，
我哋腳掌落下去嘅時節，我哋咧眼神咧重新移到另一邊，表送嘅延長，表送延長係咩？我哋一隻嘢淋巴，當我哋咧更健康，當我哋更健康，再好起來。好起來時間呢，揾個片我哋咧做事情上大項，有數嘅事情上大項，有事情上大項嘅呢，辦好起來。兩隻手上下延長出去，腳掌要好起來，停腳嘅，停腳個在腳掌變下去，我哋咧眼神咧重量。延長我哋側面呢，都我哋咧更健康，也係按摩到呢，我哋一片嘅淋巴，側面嘅淋巴哈，都我哋轉更健轉好起來，也係按摩到我哋咧更健嘅淋巴，也係我哋咧哈，眼神打直咧，按樣講我哋兩隻手拿好起來，我哋手呢上下放出去。拿好起來，也向到我哋咧氣機用嚟去搞穩，氣機搞穩呢，要注意喺我哋咧下來也隻手，用嚟放下去。再過來呢，我哋呢要講同一兩個動作聯合腔下呢，觀眾朋友同大家做一下哈。我哋用嚟同一兩個動作聯合腔下。我對右手開始呢，我右手手心要向大項，向大項嘅隻手呢放放起來，雙手延長，腳掌要放起來，腳掌落下去過後呢。我哋眼神重新嚟咬一片哈，也只一地方壓縮當也只一，我哋咧看到下邊上嘅，我哋咧數一個喺肩頭哈，一個喺下背，一個係氣機用嚟去搞穩哈。搞完的時節，我哋左右同樣一種。觀眾朋友以上所做嘅呢係我哋祈禱嘅動作，接下來呢我哋做操刀嘅動作，希望觀眾朋友準備一張單呢來聽到我哋來做。今日呢我哋所做嘅示範嘅動作呢，操刀嘅觀眾朋友準備一張單呢哈，我哋呢等你呢準備嘅時間要注意，唔好有連嘅嘢，唔好會做嘅穩定性過好嘅，今日都開始哈。今日示範呢係圓腹型的，圓腹型的我哋操的時間同樣的，等你操1/3，對，1/2哈。我哋呢數先拿好起來，拿好來過後，我哋呢左手的手心轉對下背去，拿好起來，放上去。我哋呢眼神這一片，轉更緊轉一下，轉過後我哋再放好起來，拿出來，換另一片，
另一片时间，俺注意讲，俺等放放起来的时间，松树呢，稍微做一个延长。如果针对另一片过后呢，俺等放对侧放一下，转一下将近，再放起来。也是讲啊，俺等咧原副一样松树诶，再过来示范咧是脚，俺等咧脚掌一样嚟摇放起来。所以，俺等咧腳掌吼，注意看，俺等咧腳而家係粗度嘅。按過俺等下有停腳嘅動作，停腳嘅動作係講啊，俺腳先將俺等咧腳盤將上來，希望嚟講再將下去。對俺等咧腳，天天咧觸碰嘅時間，俺要觸碰咧，對俺等咧都是行，錯過嘅地方放放起來。講俺哋腳都是送出嘅時間，俺哋腳變下去，利用俺哋都是錯過嘅地方，調放起來，同俺哋腳掌可以壓放起來，唔係對俺嘅腳樣樣。我喺呢頭，我喺講啊，我喺壓腳，我用按嘅方法壓嚟提點，俺哋小腿嘅肌肉也會改善嘅。我會造成我哋肌肉嘅壓縮引流會影響，所以佢表現我哋小腿嘅肌肉對我哋都市行，我哋都市錯骨嘅地方，天天咧向地板，我強鬆一些，我哋都市縮好起來，我哋腳掌筋綁好起來，我哋都市也個都市鬆出去嘅時間，我哋腳掌筋變鬆來，搖下去，所以也係訓練我哋腳掌。一樣嚟搖放起來，同變下去。過來我哋咧，手拿放起來，我哋做一個高溫，一高溫就係我哋咧手上下，切下來，兩隻手手心，兩順來，一前一後，一前一下，一個上一個下，被綁下去，眼神打出來過後。天天咧做一個兩隻手嘅起肌嘅高溫。跟人講起肌高溫，我要去跳起呢。我哋撞上來嘅時間，第一我哋起跳壓縮出來，跳出來。兩隻手手心咧相對嘅時間，我綁出去，我都來吸氣。也到兩個起肌嘅高溫，我樣嚟同我兩個動作合強下呢，我兩隻手強樣，手心向單方嘅，我綁放起來。到有時間，我兩隻手一上一下，延長，我腳注意看，我腳又壓放起來了，我腳站變下去，我延伸這一邊。這一片，利用我哋粗度嘅時間按摩到我這片嘅經絡，幫我哋嘅淋巴，將佢轉一下，又會天天嚟轉一下，比表上嚟再回張嚟，回張嘅時間我哋兩隻手上下交接延長出去。延長出去，我哋綁出來，再一次上下腳掌壓放起來。兩隻手呢，手心交接出去嘅時間，我記得我哋咧一上一前一後，上下綁出去。觀眾朋友，以上所做呢係我哋咧粗度嘅動作，
我哋初到嘅呢，係希望觀眾朋友幫我哋呢初到嘅時間呢，行通唔方便嘅人來做嚇，我哋呢眼神個空間一些，希望觀眾朋友好好啊來做，我哋下一次拿來了。